之前有貼話，新制定嘅現金分享計劃排除咗10幾萬人取得現金分享嘅資格。可以節省10幾億嘅公帑，但係仍然有份現金分享嘅人呢，亦都唔好太開心住，因為節省落嚟嘅錢並冇因此而得益。但係張生卻言之鑿鑿話啦，現金分享節省嘅公帑將用於增加民生福利。佢係官，我唔係。大家當然應該信佢啦。我好有興趣想知道呢節慳翻落嚟嘅10零億會循嗰個途徑增加民生福利。今年明顯有增加嘅係育兒津貼，仲有養老金同埋殘疾金，每個月加咗160大元。但係呢個係現金分享調整前所決定嘅，應當同節省咗嘅現金分享無關啦。本來咧今年嘅公共財政預算啦，白紙黑字用於現金分享嘅係73.6億，只能夠專款專用。但係突然咧係改變咗個遊戲規則嘅喎，咁節省咗10幾億啦。咁用公共財政角度嚟講啦，就叫做執行率下降嘅。所以為咗維持高嘅執行率，都確保原來財政預算有效落實，最好嘅、最有效、最簡單增加民生福利嘅方法就係即時增加現金分享嘅金額，係例如將現金分享從1萬蚊調整為12000蚊，非永久居民就7200蚊，咁就乾手淨腳，確保將節省落嚟嘅錢精準咁用於民生福利。或許有人話現金分享啱啱作出呢個決定，啱啱先知道節省嘅呢筆錢，你就問點用啦？係唔係心急咗啲呢？張司長既然講得出係用於增加民生福利嘅，就一定已經有底稿，政府冇理由會講得出做唔到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就拭目以待，睇下政府將呢10幾億增加係邊方面嘅民生福利。咁總之千祈唔好話將筆錢拎咗去橫琴或者大灣區搞福利或者搞建設，就話嗰度都有澳門人享用，就蒙混過關若果咁樣啦。我相信大多數嘅澳門人都唔肯收貨。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